各位，安静。董事长有话要宣布。大家好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公司由我陈虎一个人负责。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意见。陈虎，好像还有一位股东还没有到哦。谁没到 ？Who care？ 谁啊？谁没到？请各位股东先出去休息一下，我处理一件私事。会对我做出这种事情？我是你爸爸哎！我不会再打你，我永远不会再打你。因为我永远不会再指望你会因为我的教训而懂事了。带走。没事了。看到陈虎准备离开。有件事想要请你帮忙。麻烦你帮我把这笔钱呢、交给刘小雷他们。我？
这些钱应该够他们的小孩子平安长大，而且我不太方便出面，因为我不想跟他们再有任何瓜葛。可是陈董，这钱你要不要请你公司的同事拿过去给他们？我去不太好吧？这是一个秘密，而你是我最信得过的人，所以才要麻烦你啊。了解，谢谢。我想他们应该很开心的。老公，你是不是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说啊？哦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兴趣来我公司啊？大家一起合作，或者我可以开一家侦探社，交给你来经营呢？陈董，也许我自由自在惯了，我觉得我现在这样蛮好的。你记不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跟你说的那句话？记得。现在我要做一些修正。社会正义的维持啊，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。谢谢。不过我刚刚说的事情是真的哦，请你仔细考虑一下。等我们从美国回来，我们再好好聊。陈总，所以你们是去工作还是去玩？去做人。我听说啊，在美国有一个专治不孕症的医师很出名，我想带若楠去看看，希望回来的时候能够帮我还一个可爱的小宝宝。一定的，那我就先恭喜了。谢谢，恭喜你。做好事有好报，做好人也有好报的。再见了，小兄弟。再见，我还有戏。谢谢，再见。微微，你好吗？上海天气怎么样？一切都还很顺利吧？台湾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，中间的故事你一定很想知道。有时候我真的很想跟你分享，但我手机打不通，只能等你回来再跟你说咯。现在我还在公司，也许等等会跟阿达一起去吃饭，吃不一样干面。哦，对了，他交女朋友咯。一定要。梦之，这个是我比兄弟还兄弟的兄弟，段志飞。嗨，你好。您好，这是您的私房咖啡，哥斯达黎加美丽品。谢谢。我先去下厕所。好啊。认真的。就是他，谢梦之，还在念研究所。禽兽吗？研究生啊？啊。哦。不是啊，我碰到梦之之后，我才发现我以前过那什么日子。哺乳类啊。我以前的日子好像很屌、很刺激，可是我发现我睡醒了不开心。啊？梦之改变我很多。我跟梦之在一起的日子啊，我觉得虽然很平淡，但是我觉得很幸福。你也可以。是啊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
这你别看他包成这样，底罩杯。对，你真的是江山易改。你刚才讲狗改不了吃屎啊！我们这么好的朋友，我不会这样讲你，你自己讲。不在乎，反正你别看，有很多女生都喜欢抱着狗狗呢。干嘛？就我的，因为我不想要去亲别的狗的屁股。反正我觉得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，一定要有一个好女人，像梦之一样。他给了我一个建议啊。建议？什么建议？他希望我可以辞职。他要你辞职？那你要做什么？我发现有些真谛都是藏在那门缝后面。哦，所以糖跟奶这边有。所以我发现对于那些开门之后的正义啊，我还蛮有兴趣去探索。不要闹了。我想去你那边上班，希望老板可以录用我。Good boy。啊，哎，凤芝。走，你不要吓到，我们都是这样。你兄弟啊。